小黑蛋给我发来一张图片，让我猜它在哪，猜不出来就首先第一眼可以看到小黑蛋正飞在一处天空上，并且小黑蛋此时正是使用着空气背包的。难道这是进入游戏时节的图吗？不对，我们刚进入游戏时是没有操作界面的，所以直接排除开局的画面了。那么能使用悠悠的就只剩下蛋仔岛上面了。首先我们来到商店2楼捡一个悠悠，接着我们来到高处打开悠悠。正当我以为找到正确答案时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蛋仔是不能同时使用2个道具的。小黑蛋是依靠喷气背包，并且他手上也是没有悠悠的。那小黑蛋是怎么做到的呢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这样，小黑蛋正是利用了蛋仔岛的新玩法做到的。首先我们在商店2楼拿到悠悠，接着来到新赛季城堡前的大锅前，等锅里的汤变成绿色时，使用有悠悠跳下去，接着再点取消就可以变成悠悠的形态了。最后我们再回到商店2楼拿到喷气背包，再飞到天上就可以了。